安全带。哎，对了，各位，刚接到那个行政部的通知，明天全公司团建。去哪儿？温泉酒店哦。温泉酒店。哎，小露露啊，小露露，穿这么多干嘛呀？小露，小露，可以请假吗？请什么假呀？江总规定，团建一律不准请假。再说了，一年就这一次，得赶上了，好好的享受吧啊！各位啊，明天9点公司门口集合，别迟到了啊！不可能，别迟到， 8点就到，8点就到。太好了，大家都走了。你为什么还在这儿啊？江总走。你对“早”这个字有什么误解吧？定了9点集合，现在已经9点半了。路上堵车，所以我来晚了。那你真的运气好。我刚刚处理完工作，走吧。现在应该赶不上公司大巴了，所以我开车去。江总，我可能去不了了。刚刚物业给我发短信说我们家漏水。漏水？这么巧？可能是水管老化了吧。我现在必须赶回去检查一下漏水点，要不然淹到楼下，我的损失可就大了。江总，这太遗憾了，第一次集体活动我就没法参加，不过相信下次肯定会有机会的。喂，陆离？啊，在公司啊。电话打不通。江总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你刚才说你收到了物业的短信。对啊。那我给你发的短信，你收到了吗？可能是信息有点延迟。江总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是延迟还是停机了？现在给我看短信，证明你没有说谎或者直接上车。公司第一次集体活动都不参加，你想直接换公司吗？安全带，谢谢。不然扣的是我的分。哎，有没有人说过你像一种动物呀？什么呀？考拉，行动迟缓，反射弧长。我这叫做事谨慎有节奏，比较敦厚可靠。考拉明明是最笨的动物。